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备询，直接来指明屏东的信公肉品加支持政府美国内地的政策。这个信公肉品透明发声明，甲苏贞昌来说明讲无这个代志。结果过当天，屏东县的消防局随到信公肉品去稽查，查出着6项的缺失。外界质疑政府咧查水表，国民党的立委嘛来呛讲，根本就是顺苏贞昌食生，逆苏贞昌食茶。啊，屏东县政府讲，这是依法做例行的安检。昨屏东县消防局人员到信公肉品做消防安检。依照11月27日消防设备公司所提出来检收申报相关人员，依法到现场做检查，清查后有6项缺失。点过这个时间点，有人认为讲是政府调工要去检查的，县政府赶紧出面说明。那里面有缺失，那依照规定，我们本来就要去做现场的检查，请不要把正常的消防安全检查去做政治的操作。透早日议会，县长黄明安嘛讲，不管是卫生局还是消防局，拢是依法行政。这个公务体系的一个例行性的工作呢，变成政治的口水。那我想这个我们感到遗憾。信公公司甲消防设备公司早起拢有出面回应，拢讲这应该只是例行性的检查。检查项目的话是例行性的检查，然后他也不是来2次，他是10点的时候可能跟我们告知说他要下午要过来去做一个检查，例行性的检查这样。消防局就会排时间来确认一下，看看到底这个顾问公司有没有针对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。信公肉品因为表明无要用美国的进口猪肉，引起后续的效应。依法行政公务人员无缘无故互人比一个无啊。外界认为讲这是抄水表，即马县政府甲信公拢有讲清楚啊。